你石頭爆篇文出嚟咧，當然冇可能。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韋恩啊，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3個令你作文極速升 grade 嘅方法。第一，大綱先行。咁我為大綱先行咧，好多同學仔作文咧有一個不良嘅習慣，就係寫作之前咧唔肯去寫一個大綱，咁結果咧諗到啲乜就寫乜，引入段咧你可能寫得好好嘅，但係結果正文咧就好似淪為劇本式嘅寫作，越寫越悶。咁可以點做咧？先喺作文之前用大概5至10分鐘時間寫一寫個大綱，大概講一講你呢一段會寫咩事，抒發啲咩感受。咁如果各位同學仔你跟住你大綱寫落去咧，咁其實作文嘅時候、考試嘅時候，你就可以好順理成章地完成呢篇作文。第二，3分真7分假。何謂3分真7分假咧？當然啦，對屋企人嘅不捨啊，對愛情啊，對夢想嘅熱誠啊，呢啲其實冇可能係假嘅，情感係真嘅。咁但係事實咧可以係假嘅。例如有同學仔你作文咧好真實，咁點算啊？咁咪將呢啲背景改咗佢咯。例如你同爺爺1年就係見1-2次嘅喺現實生活入面，我哋而家就改成同爺爺細個係相依為命嘅，爺爺湊大你嘅，咁所以你對爺爺嘅不捨咪自然更加大咯，更加合理咯。第三就係參考多啲前人嘅佳作。嗱，叫你石頭爆篇文出嚟咧，當然冇可能嘅。咁但係如果你跟住前人嘅佳作再去改寫咧，就好有可能啦。正所謂天下文章一大抄，先去模仿人哋嘅作品，再去改寫少少，慢慢咪會變成自己嘅風格咯。咁自然咪可以兼備文筆，亦都有情感咯。好啦，去到最後，如果各位同學仔你想喺作文方面咧落更加大嘅苦功，或者有更加大嘅進步咧，咁啊 comment 作文，咁韋恩幫一幫你清一清作文。